世界艱難，有技巧就唔難。為咗令你哋永遠都記得，我今日自己示範一次。正式開始，一坐低，一隻手翹住個下，啜住個嘴喺佢耳邊講。先生，佢哋係俾錢買專業啊！從今日起，全部做選美，俾客自己揀。乜嘢都會傾，所以你哋乜嘢都要識。搭車送你一程，搭啱爹可能送你一層太古城。直鋪都打和咁堅，贏輸都係鋪起兩鋪紙，咁你都會記得我啊！將自己嗰啲 market value 全部 show 晒出嚟。天下男人皆可殺，我叫菜菜子，我下海啊！呢一位係嚟應徵做媽咪嘅。我係嚟做小姐嘅噃。如果他朝有一日咧，你真係開鴨店嘅話咧，我富江道 fire 做你頭牌。我哋先係專業。歡迎光臨。我叫做 Francesca， 今年係19歲半。你老實啲喎。等我四捨五入，我19歲。乜嘢四捨五入啊？有佢。